呢個故事喺4部福音之中都有唔同嘅記載，其中以馬竇同埋路加2部福音嘅記載最為接近。對於今日我哋要默思嘅主題，呢2部福音都提供咗較切題嘅資料，因為我哋要反省嘅係耶穌被埋葬喺墳墓中嘅場景同婦女們嘅反應。我哋喺呢度用咗馬竇福音，因為馬竇嘅敘述係較為活潑。而家讓我哋先睇一睇有關嘅記載。經文1：若瑟領了耶穌的遺體，就用潔白的殮布將他包好，安放在為自己於岩石間所作的新墓穴內，並把一塊大石頭滾到墓口，就走了。在那裏還有瑪利亞、馬達力納和另外一個瑪利亞，對着墳墓坐着。馬竇福音第27章59到61節。經文2：一周的第一日，天快亮時，瑪利亞、馬達力納和另一個瑪利亞來看墳墓，忽然發生了大地震，因為上主的天使從天降來，上前把石頭滾開，坐在上面。天使對婦女說道：你們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，他不在這裡，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。你們來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，並且快去對他的門徒說，他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。看，他在你們以先往加里肋亞去，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。看，我已經告訴了你們。他們趕快離開墳墓，又恐懼又異常喜樂，跑去報告他的門徒。第28章1到2節，5到8節。默思婦女們的反應。喺呢段聖經中，我哋要注意嘅係婦女面對墳墓前後嘅反應。墳墓係象徵住人生嘅一種惡劣、可怕、悲傷、沒有希望、充滿黑暗嘅環境。喺27章61節當中有咁樣嘅描寫：婦女們對着墳墓坐着，她們悲傷失望、無奈、束手無策，唔知道應該做啲乜嘢，亦都冇能力去做任何事情嚟改變墳墓嘅環境。但係喺28章第1節咁話：一周嘅第一日，天快亮時，他們又來看墳墓。面對住墳墓，佢哋嘅心態改變咗。聖史描寫佢哋又恐懼又異常喜樂，跑去報告門徒。可見馬竇28章第8節，墳墓仍然係墳墓，環境並冇改變，但係婦女們嘅心態係改變咗，因為佢哋相信天使嘅話，主已經復活咗。佢哋充滿力量，成為第一批去傳佈復活佳音嘅門徒。而耶穌嘅墳墓
現在為信徒嚟睇，不但不可怕，反而成為咗後世信徒渴望去朝聖嘅地方。而空墳墓亦都成為咗耶穌復活嘅證據之一。呢段聖言揭開咗婦女們嘅另一種心靈境界，就係心境改變咗處境。墳墓嘅處境並沒有改變，佢仍然係死亡同埋痛苦嘅象徵，係死者嘅居所。墳墓亦都係象徵住黑暗同埋可怕。所以當婦女們第一次面對埋葬耶穌屍體嘅墳墓時，只係傷心地呆坐住。但係當佢哋第二次再嚟睇墳墓嘅時候，婦女們嘅心靈境界因為相信主已經復活咗而改變。當佢哋再面對墳墓嘅時候，佢哋內心異常喜樂，充滿力量，跑去向宗徒們報告喜訊。呢個就係心靈嘅復活。婦女們嘅心境大大轉變咗，所以處境嘅意義亦都改變咗。呢個係境由心變。係乜嘢使到婦女嘅心境改變呢？因為相信主已經復活咗，佢哋充滿希望再遇到主。若望福音同路加福音都記述咗婦女們跑去見宗徒嘅首領伯多祿，同埋同伯多祿喺一齊嘅其他宗徒。馬竇福音第28章第9到第10節當中，聖史更加特別描寫咗一幕美麗動人嘅畫面。佢話：忽然耶穌迎上佢哋，話願你們平安。佢哋遂上前抱住耶穌嘅腳，朝拜咗佢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不要害怕，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，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，他們要在那裏見到我。婦女係第一批領受復活基督所賜嘅平安嘅。呢個平安驅走咗害怕同埋恐懼，佢哋遇上咗復活嘅主，所以異常喜樂。耶穌亦都交託咗俾佢哋一個使命，去向宗徒報喜訊。其實外面嘅墳墓並不可怕，可怕嘅係我哋心靈嘅墳墓。耶穌喺我哋嘅心中仍然係屍體，埋葬喺我哋嘅心中。一個冇復活嘅耶穌臨在嘅心靈，邊度有力量去轉變外在嘅處境呢？去面對環境嘅挑戰呢？心靈如果充滿毒素同埋廢物，充滿焦慮同煩躁，又何來復活嘅光輝、喜悅同力量呢？更加冇力量同埋熱誠去實踐信徒傳福音嘅使命。咁樣，我哋如何可以達到心靈復活嘅境界呢？如何使到自己嘅心靈充滿力量，去轉變自己，去面對逆境呢？喺呢度令我想起一個小水滴嘅體會。有一日，我喺花園當中睇見屋角嘅水喉滴水，一滴一滴咁不斷地滴喺台階上邊。日子有功，台階上邊出現咗一個淺窩。原來哪怕係一滴小小嘅水滴，如果日日恆久咁滴，頑硬嘅石階亦會變形。所以
不要輕視我哋每日嘅祈禱、反省同埋自律，呢啲就係正正地變化我哋嘅心靈，產生力量嘅泉源。呢啲靈修嘅操練，使到我哋內在起變化，心靈嘅復活就天天發生。從此，我哋會慢慢變為異常嘅喜樂，去轉化我哋周遭嘅環境嘅意義。傳聲教義言著名，善